好，今天很开心，我接受到副主委的邀请，然后来到一间很棒的餐厅。我今天只要负责吃东西，不用工作，太好了，谢谢副座。在这个香气四溢的餐厅里头，欢迎大家能够到台中来，享用我们真的最在地、最经典的客家小炒料理。客家小炒全国争霸战总决赛的亚军的餐厅是我们玉馔珍品安和店。那跟你一样，也有长期在这个影视工作里头发展从客家电视台的主播到电视剧，到电影，甚至到舞台剧多方面的这个艺文的工作者。希望可以跟我们今天这个餐厅的主厨钟佑一样很年轻对于这个饮食还有做菜有自己非常独到的见解，也希望能够突破传统的这样子的框架有不断创新的可能性。这跟你其实非常一样一般说到这个中部的客庄大家可能会比较想到是苗栗，那其实在台中云林也是有一些客庄在。我不晓得有没有知道这个我们中部客庄的范围是在哪里？毕竟在客家电视有15年嘛我知道台中就是最大宗就是东市师大是新社是好像比较多在里面。云林的话就是伦贝、二仑西螺其实好像都有不少的客家香气。是，我看到第一道菜是我们炖菜，是不是请钟佑也来跟我们介绍一下，里头是不是有运用到许多我们客庄特殊的这个食材？眷村炖菜它里面是以这个卤肉，还有白菜，还有这个冬粉，把它结合到中部的特色。我们的客庄有新色的香菇，新色的香菇，对，还有我们的这个笋干、鱿鱼虾米我们把它结合到里面，所以它其实是一个很丰富的一个酱汁，然后再去把全部浓缩到我们的菜跟我们冬粉当中。炖菜它其实跟客家精神很像，它就是一个很惜福的一个料理。眷村的那种惜福的概念是结合之后，就做出我们自己风格的一个玉馔炖菜。一楼也是我们南部的客家乡亲那不知道六堆地区在一楼的记忆里头有没有特别的饮食的方式？我们六堆有一种叫甩肉丸，央牛眼，就是它其实就是肉丸，可是它就是把它做的这样长长，然后他们会沾了酱了以后手这样子打，让它比较 Q 弹。电影上面好像曾经有看过一个叫做什么撒尿牛丸，因为我们面前这个酸菜鱼这个吃起来跟平常的酸菜鱼不一样，有没有在这个料理的过程中特别又再放一些什么样子的特别的食材？其实酸菜鱼它是算是一个川菜的一个料理，它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精神，它就是用客家酸菜。那其实我们就把客家酸菜它自然这种发酵的这种酸香度，然后跟我们的鱼去做结合。台湾的这个龙虎斑养殖的龙虎斑非常好吃，它肉质 Q 弹，然后又细嫩。那其实我们把它整尾的方式去呈现，酸香去提出它鱼的鲜味，再搭配我们的干辣椒去带有一点香气，又不会太辣。那再搭配我们的青花椒、青藤椒，它带有一种花椒的香麻所以去让它有多重层次去堆叠。我拿公吹，我拿吞。所以大家是在镜头面前的，没有办法在现场闻到这个香气。真的，如果有机会的话，真的要来这个餐厅来试挑这道菜。但演员其实工作就是非常辛苦但是同时，这个体力工作的耗费也要维持一定的体态工作上面还有跟饮食上面，你是怎么样取得一些平衡？我其实平常不太挑食，刚刚副座讲到拍戏很容易变胖，因为我们很常照3餐宵夜。可是如果真的拍戏要吃饭，我们通常都会挑一个很好夹的，然后呢不要一直多分对，然后要不就是帮人家夹菜，这样连戏的时候就不用一起吃。那我想也推荐大家客家小炒总决赛的亚军钟佑帮我们介绍一下这个馅饼馅里头是包着客家小炒的馅料吗？请钟佑帮我们介绍一下好吗？在我们餐厅，我们之前就有卖这种卷饼，我们有卖牛肉卷饼那我们其实把这个卷饼的这种烙饼的概念，我们再结合店内有在用的这个客家小炒，它本身它就是一个香气、咸香度它都很浓郁的一个餐点，再运用这种烙饼去把它卷在当中，又有淀粉质，又有蔬菜，又有蛋白质，这个东西是很方便，可以达到我们的一个营养的一个均衡。今年推了之后 ，fast food 的这个概念它就是一个很方便的素食料理。
那这个也延续了过去餐厅的这个牛肉馅饼这样子的概念，然后将客家小炒也能够融入像这样子的做法。这种现在我也看到有这种冷冻的这种真空包，其实也是最近的一种新的尝试。要不要来帮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新的尝试？这一次我们在全国争霸赛拿到全国的亚军，我们客委会很支持我们推动客家的美食、好吃的料理，让大家能够更方便的能够使用，所以我们就把它做成一个冷冻调理包，全部复刻我们店内的味道。在电商平台、网购平台其实都买得到。欢迎大家到台中，那我们今年全国客家小炒争霸赛亚军一段珍品的这个安和店，也谢谢宗佑为我们带来这么好吃的料理，谢谢。